早晨，多謝收睇兩座頻道。今日係我哋喺富國島嘅第3日。係。咁就我哋今日將會離開中部，就上北部。係。咁我就見到我哋住嘅對面咧有法包賣嘅，所以我好想食呢個早餐。試下啦。今日富國島嘅氣溫係26度，雷雨預告咧係常態。賣法包嘅檔口就喺尋日食早餐嘅麵檔隔離。返到嚟我哋嘅酒店房啦，因為我哋今朝仲要執嘢，所以費事坐喺嗰度食。我而家開始一路食嘢，一路開工。想評法包超好食。好脆喎！脆卜卜，呢一檔法包兩傻非常推薦。今日會由中部上北部，兩傻去返第一晚落車嘅地方搭免費巴士，17同19號都可以。約莫50分鐘嘅車程。兩傻就到咗北部嘅富國大世界，除咗17號同19號巴士，20號巴士都到呢一度。兩傻先去旅館擺低件行李，約莫6分鐘嘅路程。但係好奇怪，旅館竟然冇人坐鎮。搞咗一大輪先至揾到嗰個職員蒲頭，寄存咗件行李就嗱臨出發去珍珠奇幻樂園。由旅館行去 T2 車站約莫係6分鐘到。喺呢度可以轉乘 V 系列嘅循環免費車去珍珠奇幻樂園，好快就有架 V2 埋站。V 系列循環免費車會先去珍珠野生動物園，然後至再去珍珠奇幻樂園。由 T2 車站去到樂園約莫係36分鐘到。樂園門票係經 KKday 買嘅，2日嘅套票，珍珠樂園加野生動物園連遊園車加泰迪熊博物館。長者價每位港幣369蚊。All who wait. And Viking River is not working today. Yeah, maybe you can play another game. Okay. Yeah. 入場嘅時候掃下個 QR code 同埋掃下個貓樣，超方便。富國島珍珠奇幻樂園佔地17公頃，成個園區用童話城堡做主題。所以成日都俾人叫去做越南版迪士尼。開放嘅時間由上晝嘅9點到夜晚嘅7點半，但係好多設施6點鐘就閂。樂園分成6大主題區域，我哋就梗係唔知邊度打邊度啦，傻㗎嘛。總之就係亂行一通。呢個係風暴世界，以水上活動為主。有高空滑水梯、兒童嬉水池。今日冇開放嘅人造浪池，仲有飄飄池。粉紅城堡嘅後邊係 The Dragon Spiel， 係一個坐喺架車度玩，叫做惡龍的詛咒嘅射擊遊戲。另一邊就係冒險世界，有刺激嘅過山車、海盜船、旋轉木馬咁。兩傻淨係夠膽玩摩天輪啫。
Man 哥同隻龜改咗個花名，叫做口水龜，仲話佢似嗰啲流晒口水嘅鹹濕白虎喎。呢度呢係必去嘅海皇宮殿，一個有冷氣嘅室內展館。每日2點到2點4個字都會上演海洋色彩 show， 星期5、6日加開3點半至3點10嘅一場。海龜水族館號稱全球第5大水族館，裏面總共有3層，分成5大區域、2間餐廳，裏面展示咗好多包括鹹水同淡水嘅生物。水族館仲設計咗條兒童隧道，俾啲細路仔更近咁觀察到啲魚同埋海底生物。有企鵝、夢幻水族館餐廳、海底隧道、離開咗口水龜，兩傻呢就行去神秘維京村。裏面呢係一個大型嘅戶外歷奇場地。繼續再去就係奇幻王國，係一個適合一家大細嘅親子活動區。古埃及館有個俾小朋友爬嘅攀石場同埋波波池。最後兩傻就行返出去歐洲風情街。5點到5點半呢，有個嘉年華遊行。
6.9至7.1個字，呢度咧會有個水幕投影 show， 亦都係今日行程嘅最後一個項目。睇完 show，兩傻就喺樂園門口搭返 V1 返旅館。未訂閱嘅朋友，請你哋訂閱同埋撳埋側邊嘅鐘仔。你哋嘅訂閱同俾 like 係兩傻頻道繼續嘅動力。回程嘅時候咧都落好大嘅雨，兩傻喺 T2咧轉搭嘟嘟車返旅館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兩傻訂嘅旅館咧應該係呢一間，但係今晚咧我哋返到去 check in 嘅時候，旅館嘅職員咧安排我哋去咗呢一度，地址唔同。旅館名都唔同，房間咧係經 Booking.com 訂嘅，同 Booking.com 嘅資料同相咧有好大嘅出入，房間嘅級數唔同。供應嘅設備有等於冇嗱。要用但係冇供應 USB 插頭嘅床頭燈，壞咗嘅電水壺，黑蚊蚊嘅燙斗，生晒鏽嘅風扇，用剩1/4嘅廁紙，歪嚟歪斜嘅廁所板，有黃冚冚尿漬嘅馬桶。返嚟之後咧發 email 同 Booking.com 投訴，等咗半個月啦，半隻字都冇回覆過啊！唔開心嘅嘢咧，唔好喺度多講啦。詳細係點樣，同埋有冇後續，就等 Day 8再交代啦。今日富國島 Day 3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俾 like、留言、留 emoji 嚟支持兩傻頻道嘅朋友。啱聽啱睇嘅就麻煩大家多啲分享出去。約定你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